俄乌战争发生了后，各国的军方也拢正注重军用无人机的技术，伫商业市场也伫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类去到危险的环境进行任务。台湾因为这自通讯设备、莫达、电池等等的产业发展到真好，这国产无人机的技术也受到关注。外部协会即阵也打算要帮助咱国内的无人机厂商拍入去国际市场。为提定的角度，无人机会使自动锁定目标，调整角度对咧翕。这是国内无人机厂商的技术。俄乌战争发生了后，无人机的技术真受军用市场的关注。不管是白天、晚上，这是红外线，都可以把这个作战的目标标定，甚至去做一个破坏。那乌克兰大家都知道 ，FPV 这个产品啊，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把几百万美金的坦克就摧毁了。除了军用市场，也有其他国内无人机的厂商，针对商业用途开发有视觉辨识功能的无人机，通帮助人类到危险的所在进行巡检任务。像各位看到，这是室内的巡检的无人机，我们其实有更大型的室外巡检的无人机，主要是用在桥梁巡检。然后也有太阳能厂或者是风力发电的巡检。世界无人机商机快速发展，外部协会统计，2022年无人机产业产值有306亿美金，估计2030年会成长到558亿美金。因希望甲台湾的无人机行销到国外。中东欧的这些友邦，像立陶宛、爱沙尼亚，他们都很希望台湾能够跟他们来进行无人机方面的合作。外部协会表示，无人机产业也包括伫总统赖清德提出要推动发展的5大新内产业当中。外部协会接下来会透过举办国内展览、参与国际活动，邀请外国厂商等方式推动台湾的无人机产业。记者郭伟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